大家好，我係司徒夾帶，歡迎收睇《獨海浮沉》。今日咧同大家睇下呢隻 X-Power 嘅 Max Chill，咁佢嘅造型咧都幾得意㗎嚇，同一般嘅充電器有少少唔同，直頭係完全唔同添啦嚇。咁佢一次過咧就可以滿足晒蘋果 fans 嘅3個願望，同時咧都可以用磁吸去充 iPhone 啦、Apple Watch 啦同埋 AirPod 嘅。外形嘅獨特之處咧，其中一樣就係佢磁吸充電啊，充電話嘅部分後面咧係有把風扇㗎，咁啊可以幫助到散熱啦。另外除咗風扇之外咧，亦都有半導體嘅製冷片啊，只要撳呢度，個風扇就會着啦。雙重散熱，咁可以降低嗰個充電嘅溫度之餘咧，亦都可以提高嗰個充電嘅效能㗎。雖然佢係無線磁吸充電啦，但係佢都可以提供呢個快充嘅，好似 iPhone 咁啦，就有呢個15瓦嘅供電啦。Apple Watch 咧就係5瓦，而 AirPod 咧就係3瓦嘅。除咗外形設計獨特之外咧，咁佢通電嘅時候咧，亦都有呢個藍光嘅顯示啦嚇，望落去咧都幾 cyber 㗎。咁另外呢個手機嘅充電位咧，你無論係打直或者打橫咧，都可以進行充電嘅。個座咧仲可以調校角度，煲劇都得啊！另外有別於要用一條類似8字電線啊，或者直頭用電線嘅插電座啦，佢只係用一條 Type C 咧就可以充到電㗎啦。如果3個設備一齊快充嘅話，驚唔驚有呢個安全問題啊？佢裡面咧已經有一個安全裝置㗎啦，可以防止呢個過充啦、過流啦、過熱啦同埋短路嘅。全個充電座嘅重量咧，只不過係192 gram， 咁啊仲可以接得埋添啊，咁啊方便可以周圍帶嚟帶去用啊嘛。Max Chill 無線充電座咧有3個顏色可以選擇啊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到下面嘅連結嗰度了解下。呢件 X-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-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！詳情可以向 X-Power 客服查詢嘅。